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在妈妈。200年前的台湾是无车路的，那安尼货物是要安怎送去离港口较远的所在？应该大家嘛拢想会到讲是用人来扛的。毋过因是爱扛偌久，行偌远，若是要做生意的人，因是搁安怎送货？今日要来讲的是鹿港担保社，就是为鹿港沿海的所在担货担去到玻璃社，去到遐甲人做生意的故事。鹿港是港口，过去就足闹热，各种货物拢伫遐咧买卖。玻璃社嘛号做布社，毋过即个名玻璃是汉人号诶。古早当地人甲玻璃即个所在叫做哈米兰社，应该嘛有人捌听过蛤蟆家社。鹿港甲玻璃即两个所在是拢真早就有人住。鹿港是足早就有诶港口，玻璃嘛是足古早，就是泰雅族诶人、巫女族诶人住诶所在。鹿港担保社是为真古早鹿港咧甲玻璃社做买卖、做生意诶一款方式。即两个所在，一个靠海，一个换山，一个出海产，一个是出山产，所以因会交换因诶货物。当然，做生意诶较侪是住伫沿海诶鹿港人，因会炸鱼脯啊、虾干、炸布、炸油、盐甲米去到玻璃卖，则个为遐换鹿仔皮、香菇、竹笋、中药才会山产转来鹿港卖。清国开放移民来台湾开垦诶时，来到鹿港做生意诶人，就已经有人知影去到玻璃买卖啊。只是迄当阵无车，嘛无车路，物件拢是请人用扛诶。伫鹿港遐诶行交，就会请人专门担货，担去到玻璃，则个为玻璃甲一寡山产担转来。即条路是足远诶，而且因是沿路爱拿做生意兼休困。所以一抓来回至少拢有半个月。盐、油甲米是销路上好诶，毋过清国时代盐诶买卖是有受到管制。油甲米大部分是拢真大间诶行交因咧做诶生意，所以若是细型诶鹿港担保社较细间，因就爱加炸一寡较无相共诶物件去卖，像讲鹅肝、虾菇。也是一寡日常用品，茶果、盘啊即类诶。为鹿港行去到布社有2条路，较侪人行诶是北路，嘛号做内南投道路，是行秀水、花坛、粉园到草鞋墩，经过国姓、北山、后兰，古早号做乌牛南，即马叫做爱兰一个所在。才为遐入去到玻璃社，那以迄时的路线来算，差不多有80多公里。这条路因为真远，生意人因有一个休困的所在，就是即马南投县的草屯，过去是北投堡的范围内底。这个所在是南投上早甲汉人有交叉做生意的所在。草屯过去就叫做草下屯，自古早就真闹热啦。迄个所在有番仔间，会当互遮诶人休困，有剃头店，有卖食诶。所以人讲草下屯即个地名安怎来诶？其中有一个讲法，就是伫遐鹿港担保社诶人到迄个所在，鞋仔拢海去啊，会伫遐换一双新诶草鞋。所以等伫遐诶草鞋是足济，就变做几吨，所以号做草鞋墩。当然嘛有别种讲法，
毋过拢甲草鞋有关系。一个讲法就是迄个所在专门咧做草鞋，另外一种甲大埔社的人等草鞋伫遐要相像，只不过等的人毋是遮的生理人，变做是林文爽，也是郑成功因带的兵仔，甲因穿的草鞋拢等伫遐。大埔社的人要离开草鞋墩的时阵，身躯顶就爱搁加早几啊双鞋啊。因为草鞋墩搁较过的路就变真歹行，所以草鞋墩这个所在应该嘛专门咧卖草鞋互人载。其实为鹿港要去到埔社这个所在，也搁有另外一条路，号做南路，是为集迄个所在去，经过水社、日月潭，搁经过珠仔山，往北去到嘉东骹，入去埔里社。埔里社是一个真特殊的所在。即马大家拢会晓讲，台湾是一个多元族群的国家。埔里是台湾内底自古早就是一个有多元族群聚集的所在。伫大清时代，头族、少族住埔里的南边，巫女族住伫东南边，北边住的是泰雅族。迄时头族的人较少。住伫北边的泰雅族，因的势力是愈来愈大。头族感觉真危险，拄好迄时伫草鞋墩北投社的平埔族人，因为汉人走来甲因抢地，所以因就想要搬入去山内，只不过找无所在。平埔族人就来找头族的头目。头族为着要顾伊家己的地盘，莫互北边的泰雅族食去。就答应拨出埔里南部的一寡土地，互平埔族会当伫遐开垦种植，安尼头族会当收租，搁会当靠遮平埔族的人来对抗泰雅族。后来真正头族甲平地内的平埔族人愈来是愈多，泰雅族原本上大的雪人愈来愈少，因就转离开埔里。埔里这个所在，因为甲汉人做生意，愈来愈侪生意人嘛入去住伫埔里遐开店卖货。汉文化嘛豆豆影响住伫遐的平埔族人甲头族人。这个无共族群的人入去到埔里做伙生活，这个过程毋是遐尼简单，当然有各种冲突。毋过伫遐有出过一个查某猴人。后来住伫遐的原住民甲汉移民拢拜伊，佮甲伊叫做埔里的开山祖师。这个查某人叫做天水锦，也是天水夫人。拜天水夫人的庙嘛，号做义女庙。全台湾的义民庙真侪间，毋过干那一间叫做义女庙，拜查某神。这个天水锦。天水夫人的故事，伊对时间嘛小可有得变化，有两个无啥同款的版本。故事本身是差不多，毋过伫1970年代的时阵，这个天水锦是一个汉人。即马真侪人讲，伊就是头族部落内底的一个查某囡仔。天水夫人是水社的人，本名号做何翠鸾。因翁叫做杜天水，也嘛有人讲是叫做杜天树，所以后来人拢叫伊天水锦，也是天树锦。天水锦甲因翁是开一间大埔社，专门做汉人甲原住民部落的买卖。天水锦因为是水社的人，所以知影两边的语言。时常当汉人甲原住民因为语言、生活习惯无相共发生冲突的时，天水锦拢会出面来调解。迄时住伫草鞋墩北投社的平埔族人，因为受到汉人的欺负，天水锦就请因搬来埔里，莫搁甲汉人踮遐割甜，搁会当踮埔里甲因做伙对抗泰雅族的人。所以北投社的平埔族人就搬来埔里。有一摆一阵鹿港
大埔社的人行入去一条较少人行过的路，去互平埔族人叫是因是要来占因的地盘。天水镇赶紧去甲了解，嘛甲迄个部落讲会当甲遮的汉人用货换货来做生意。平埔族的人无啥相信遐个鹿港人，要求因若要甲货扛走，就爱留一个人伫遐做人质。迄时天水镇家己自愿留伫遐做人质，因约好伫后个月月圆15迄天，就过会为鹿港炸货过来。毋过15迄天到，即阵鹿港大埔社的人，因为因伫国姓的山区行毋着路，拢无人到位。天水夫人就伫后咱迄个所在，互人杀死。结果即阵鹿港生理人是隔工担货到位，因发现天水夫人已经过身，所以大家拢足艰苦诶，嘛真后悔。无论是汉人也是原住民，为迄时开始，为着要避免佮发生相共诶代志，就好好无佮有冲突。1914年，埔里遐诶地方神师就起一间庙来纪念天水镇，甲伊当作是埔里诶开山祖，嘛甲号做天水夫人，感念伊替大家来牺牲。伫埔里出世诶艺术家萧木贵，伊伫1950年代诶时阵，捌甲即个埔里诶地方传说改做一个戏剧。听讲伊咧写即个剧本诶时阵，伊就迷茫梦见即个天水夫人，所以伊就按照伊伫梦内底看到即个人，甲画做一张像。即幅图即张像，还佫挂伫新起诶埔里开基义女庙诶壁刀顶头。即个故事嘛捌改做电视剧，号做埔里天水镇。嘛有出囡仔册《抢救天水镇》，即本册是即马还佫买会着。我今日讲即个故事，我会知影鹿港大埔社是因为有一天王慧文老师甲我讲，甲伊的作品做伙刊伫台文通信网报年度选内面，有一篇号做《万基仔大埔社》，伊甲我讲即篇真好看，叫我就去看。这篇文章是杨定如校长写的，内底就是讲一个叫做万基仔的人，伊安怎因为厝内底足散的，为庄脚去到鹿港，替行高担去到埔里，后来家己出来做生意，做大埔社，有趁钱，有年岁的时阵，才佫转去到鹿港的市尾遐开一间店卖咱百货。这篇甲鹿港大埔社一个过程甲路线写甲足详细，有兴趣的人会使去找来看。过去2个月，这个节目拢简单介绍台语文学，因为甲广告比起来，有兴趣的人较少，所以台湾人台湾书这个节目的听众，这2个月来是减少真侪。请听友恁若介意这个节目，加减斗宣传，这个节目会继续用台语讲台湾的万事。恁若是对节目的内容有任何的想法甲看法，拢欢迎写批来甲我讲。嘛请会记得订阅电子报，追踪这个节目，也是伫平台留话留5粒星互我。若是要赞助这个节目，伫节目的文字小解有 ECPay 甲订电子报的链仔。真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现爱妈妈，大家再会。